婚，会当来啊？是毋是都有机会啊？一般来讲啊，囡仔有这种行为，一定有受到什么刺激还是压力啦。应该是无呢。阮两个离婚啊啦。哦，安尼我知影。你好，我是丁小姐的爸爸。我伊妈妈啦。哦，伫遐啦。歹势啦，我们家个小聊先忙。安娜传音了。哎，慢点啦，别喊，行了，别喊了。行了。妈妈，我来修理也毋是拍遐会歹去啊。走啦，我无爱。走啦，我你是在创啥物啦？哦，电视都歹去啊！你是咧创啥啦？我修理会好啦。你是安怎修理会好？你当时修理会好？你我爱讲几届哈？迄拢是假的，这拢恁爸爸甲你骗的。你遮大汉啊，你阁毋知哈？我无这大汉，我才4年啊。你已经4年啊，你应该要知影。来啦，我甲你讲，恁爸爸哪用的？我不爱啦，我不爱啦。你过来，我甲你讲，恁爸爸是安怎用，因拢是甲你骗的。你到底是要爱啥物啦？我相信只要是咱一无变，爸爸就会转来。你妹妹无欢喜，咱就会使较再共款。安娜，是的啦，我应该较早甲你讲的。爸爸以后袂甲咱做伙过圣诞节啊。是的啊。